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6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菲律宾南部的敏达纳尔岛，地震发生规模6.8大地震，当地政府表示有一名6岁囡仔被绑落来的厝地死。也毋过美国 CNN 是报道指出，地震造成3个人死亡。菲律宾最近是定定发生地震，伫10月份甲11月份都有4件。昨个地震嘛是最近2个月来第5届的大地震。 地震摇到正大，电线拢摇甲烧拍电爆炸。餐厅内面的民众啊，赶紧物件塞就走。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15日头刚发生地震，震央伫个总统杜特地故乡纳毛市附近。地震甲游泳池的水摇甲袂输敢若海涌，建筑工地大型机具抑个钢筋也摇来撼去，真危险。 美国地质调查所本来讲，这件地震的规模是6.9，深度28.2公里，要修订到规模6.8，深度24.2公里，好佳在无引发人亡影。地震造成几多栋建筑物倒去，学校的建筑物也受损。有一个6岁查某囡仔伫家己的厝内被地死，也有几多人受伤。咱外交部讲，目前无台湾人伤亡。这是菲律宾最近2个月来第5件强烈地震。 10到11月已经发生4件规模5.9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当地政府已经派人救援，也讲灾区即马欠水欠食的加保暖用品，希望外界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草山的高山啊，因民众拢会饲物件互因食，所以拢无啥惊人，嘛定定行入去邻家人的厝，互民众是真困扰。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发邮差的请旨，互社区巡逻队哦来赶高山啊，嘛希望民众唔通去摕物件来饲只高山啊咯。小姐，你不要逗它好不好？你逗它，它等下咬你。几条只狗坐伫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坡道，有人经过也唔惊。 因为常常有民众甲因饲，造成草山的狗愈来愈多，也阁唔惊人。搁走入去北投区湖山里，和社区真头疼。如果是一个人通过的话，你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来2只，而且很大的猴子。很大只在上面，虎视眈眈，是真的是跑到我旁边来，我赶快跑掉，因为它太大只了。有很害怕的，但会怕。那个阿公每天在这边运动，他也没去对他怎么样啊，他就攻击他。为解决人狗的冲突。 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找东海大学团队来研究，了解狗所踮的所在、数量甲习性改变的原因。调查了认为，这寡狗也无严重脱水行为，所以建议参考外院市的做法，用邮差请之前，自11月开始配合社区和巡逻志工营。掩过被直接射狗是射伊的附近来吓惊，这么狗停留的时间有变短，小可有效果。 另外，也已经彩牌啊，禁止民众搁在饲狗，若袂当依照国家公园法相关罚3000。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伫顶礼拜六红棒会造成7人死亡的台南就这不长，市政府是发现讲，当初是以农舍来申请，也毋过实际起的范围是超过真济，嘛因为拢用柴棒来结晶哦，所以一火烧火就烧真大，得手也真困难。市长黄伟德是讲哦，违建已经会来处罚，嘛会针对全台南市的违建来展开调查。 再来看《苹果日报》，伊欢迎12月初3通过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修正案，15开始实施。地上平台业者若是卖一寡违反防疫规定的商品哦，上济会使罚15万；民众若是故意来传播动物传染病的风声，上济会使罚100万。再来看《自由时报》，有4名少年人利用 AI 的技术，以1万个台湾人的面膜啊。 其中有总统蔡英文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面哦，创造出一位叫做第1万的女性参加一项广告比赛，新奇的创意，嘛互愈较侪人来看到台湾。再来看总统蔡英文甲网络红人波特王哦，因做伙翕影片，结果这影片是真趣味，嘛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看过。也毋过，昨暗社团主讲甲波特王合作的中国公司哦，是非常不满伫影片内底讲到总统这2字，要求要甲波特王来解约。波特王是讲哦，虽然每个月可能会损失袂少，也毋过要求袂使称呼家己的总统，因实在是无法度来接受，所以这是跪袂落去。 你知道，现场很多人都喜欢你，有些甚至会把你当成偶像，但是我没有把你当成偶像。
我把你当成我的结婚对象。今日伫网络顶开查某囡仔的网红波特王，甲总统蔡英文最近拍影片参访新创公司，规个过程和蔡英文记载袂牢。影片才采取了一天点阅率就超过200万人次，这嘛算因为影片内面叫蔡英文总统，中国厂商要求退掉。高雄人嘛，你不跟海在一起，你跟什么在一起呢？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影片里面讲的那一些嘛，我是看过你的影片的。谢谢总统，虽然敢跟总统讲话。波特王伫咧15案发文的时阵讲，除了被要求影片爱退掉，已经经营了100多万人的微博，密码也被改掉。不过伊讲，甲中国厂商解约，虽然每个月损失袂少，不过因真正是跪袂落去。波特王也不是高雄观光的代言人，国民党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开直播也讲支持波特王。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我觉得，如果波特王因为采访了蔡英文总统，使得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我也呼吁，千万这些厂商不要这样做。韩国瑜认为应该坚持和平交流的理念，讲其中国厂商无应该天发性对待波特王。短短10分钟的影片，煞和政治人物提出来讲，也和影片讨论的热度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伫拜六礼拜拢伫中部的拼选举哦。最近民进党推出一出影片，引起讲到底是谁对不起高雄人的争议。韩国瑜定也是批评讲对不起高雄人的是民进党。赖清德是回应表示讲明年的大选，高雄人得用选票来讲话。礼拜复选总统蔡英文下晡伫中华和美地区的时阵，雄雄有一群人冲去头前要对伊顶钱。原来因是国道收费员自救回声员，希望总统会当听到因的心声。但是随后国安人员隔开，蔡总统是继续去后一个行程。礼拜规工，中台湾行透透，蔡总统早起先到南投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蔡培慧复选。规道的料理，让总统蔡英文真有胃口。顾巴肚，搁爱顾选情。蔡总统真学了蔡培慧勇气，愿意为不分区转战区域立委。培慧很勇敢，这个不分区立委就要跳下来选区域立委的勇敢，这个值得嘉奖。勇敢过广大。了解。蔡总统坦白讲，这届南投的选战对民进党来讲并无简单，因为必须爱先抢到国民党伫南投的基本盘，抢攻中台湾选票，一点仔拢袂使大意。伊的副手赖清德是守伫北台湾，下晡出席座谈会，讲到最近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上关键的是有真侪少年人站出来。不过对民进党最近杀出来的政党票广告，因发想对不起高雄人的争议，赖清德爱大家等到明年11月才会知影。到底哪一个政党对高雄比较好，哪一个政党对不起高雄？其实1月11号，高雄市民他们应该会用最神圣的选票来决定这一切啦。现在大概持续交战、持续缠斗，到最后大概就是吵架而已。选战愈来愈晚，到底谁对不起高雄人？哪里拢有意见，双方拢咧吵，嘛互选战愈来愈热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是登去高雄，伊有5个行程，中昼是参加全国全里长的支持大会。伊答应讲，若属伊选调，会来调整事务费。伊嘛批评民进党积极无半步，选举只晓挖乌甲野钱。好之前，廖准写着145大鸡龟啊，刷来国家机器架，长到锁国鸡龟啊射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用射着目标，代表破除谣言甲乌韩行动，搁再来批评民进党执政伤过骄傲。民进党连续2、3天的发言，都可以显现出来，民进党掌握权力之后，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傲慢。管碧玲委员居然说高雄人对不起台湾人，这是什么话？这个内政部次长也是一样。我们民主政治的可贵，就是百花齐放，人民要投给大党，或者投给小党，全部由台湾人民来决定。莫非不投票给民进党就不是台湾人吗？韩国瑜呼吁2300万台湾人即摆用选票来证明，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李中道出席全国村里长支持韩国瑜大会时强调，若是选调总统，会调整村里长的业务费，让里长专心专职，也是以负责人数来计算。
我们要做一个第一个，你要专职，要带这个掌负全部的责任，单一吸水。第二，继续可以先拆，我们就要调整业务费，论成来做计算的标准。韩国瑜也讲，即阵的民进党甲过去国民党斗时一模一样，即阵无用心，选举到了就大压钱、挖乌攻击。爱大家搁再互国民党一个机会。李最近台北市长郭文铁一直攻击高雄市财政问题，被指为是暗做韩国瑜。韩国瑜是感谢郭文铁的关心，并且搁再讲，市府土地除了机能地、小赌气的土地以外，绝对袂凊彩都袂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因为高雄的债务问题，甲前高雄市长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互相呛声。郭文地是认为讲，若使用选举造势这4个字来回应，第三唔免讲好清楚，无遐尼好康哦。宋楚瑜是讲哦，因只会晓冤家，袂晓解决问题。兼任台湾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这个礼拜连续2天陪李正营、吴达伟扫街拜票，伫菜市啊有打赏送白菜头，向正营好彩头。为着甲民众党杀入立国会，郭文铁最近一直咧批评高雄市债务的问题，和前高雄市长、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呛讲是咧选举造势。郭文铁再去继续呼吁陈菊爱讲个清楚。如果用选举造势4个字，就可以不用说清楚、讲明白。无啊好康的代志，我还是呼吁选举讲清楚、说明白，在你的任期之内，到底高雄的债务是怎么累积的？还有现在高雄要应付的利息是多少？还有你当初欠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当时的还债计划是什么？讲清楚、说明白。郭文铁认为，高雄债务的问题已经真明显影响到高雄市政的执行，已经反对把债务留给子孙的政治文化。不过，郭文铁甲陈菊互相咧呛声，说互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看不落去。表面上他们在吵架，但是他们只会吵架，不会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是要找一个老师傅啊，会当来解决问题的人，就是我啦，不是我。人才大家都在争取嘛，我特别跟柯市长也提到，我们一起共同分进合集。之前郭文铁捌到宜兰真侪届的帮无党籍宜兰县立委候选人黄定和助选，宋楚瑜再去嘛去宜兰为黄定和徛台，互外界质疑是咧救郭文铁的人，宋楚瑜是否认？当时伊嘛对郭文铁发话，讲小党应该爱分别进行，最后爱团结做伙加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台湾是吹偏东风，所以天气是较热热，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水气较热哦，所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透早跟暗时哦，大约温度是16度到20度，所以日时的温度拢会使到26度以上。大台北地区佮有中南部温度嘛有可能会到29度到30度，所以日时佮暗时的温度是差真侪，爱特别注意。透早中南部地区哦会有大雾哦，气象局嘛针对嘉义县市来发布冻雾的特报哦，能见度只有100公尺。佮有因为即个偏东风的风速是真慢，所以西半部地区哦，因为位伫北方面哦，所以一寡污染物拢吹袂走，所以空气品质是真歹。建议民众哦出门会使戴一下喙罨。爱爬山朋友就爱特别注意哦，因为最近的雨水是真少，玉山国家公园佮白云山庄哦是欠水哦。有主持的导游就表示讲，民众最近要上山，水就爱早好到。规条溪仔拢打去，看起来拢无啥水，周边的植物也拢变黄去啊。登山客翕到即款的景象，实在是因为进入冬天的大水期，玉山国家公园的跳水量不足，就连啉水也要真细腻，袂用浪费。在秋冬时节，最近山区里面只会下雨，以至于我们玉山园区的山屋严重缺水。我们呼吁游客来我们玉山园区来登山，一定要自备水分，然后并且节约用水。因为真久无明显落雨，野溪的水拢打去。位在白云山庄的2位的集水源头，其中一位顶个月已经打去，另外一位在下边的水库集水，不过水流量也不足，和山顶水塔也无水。专业向导讲，每年11月开始，山顶就会进入大水期。今年因为雨水少，加上山顶的变数多，造成欠水的情况严重。大自然的动物，它也会跟我们人类抢水源。那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麻烦的是说，因为现在天气已经很冷哦，山上的水管有可能会里面的水会结冰而爆破，
所以水源并不容易输送到山屋。专家表示，甲往年比较，今年雨水明显不足，估计山区大水期要到明年3月才有可能改善。而高山脱水量可能因为生物需求，引水管因为小碰起来、冷缩起来来受损害，影响山厝供水。呼吁若是要到山区的民众，也是爱家己传买啉的水，才有法度解决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网友发起伫百货公司甲你做伙下铺的行动哦，也毋过煞爆发警民冲突，有抗议的民众互掠起来。香港的社工界哦，昨下晡嘛行上街头来示威。抗议民众组织在沙田新社区的广场中庭，大喊讲互香港时代革命者口号。有互面穿乌衫的民众用物件甲手扶推踢起来，也有人破坏部分商店甲酒楼，防暴警察全副武装戒备，并且在商场出入口挡起来。警民随摆来发生冲突。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摊开，有网友发起在香港最区的商场进行咖喱 shop 行动，九龙湾的商场甚至爆发警民冲突，互掠起来。除了网友号召行动，香港社工界也在下晡行上街路，伫中环的爱丁堡广场举行造势集会。另外，伫香港金钟的天马公园，也有几万名市民举着国旗，举着爱比暴力强，用行动向暴力讲话这标语支持香港警察执法。就在香港抗争持续不断，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到北京展开为期4天的行程。而这段行程上个重要就是16日分别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总理李克强见面。3月18日，习近平会到澳门出席澳门主权移交20周年大会，也阁有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8号至20号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事实上，进前路透社就报道，习近平会在澳门宣布一系列措施，并且会以半交业经济为主的澳门重新定位为金融中心，是不是暗示要打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优先澳门取代香港正做金融中心？各界拢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气候会议即前伫西班牙举行，瑞典是今年头一遍派代表，甲咱国环保署长张子敬等人来进行双边的会谈哦。外界是认为，因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气候谈判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国会议进行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台湾虽然不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国，台湾透过 NGO 团体协助，由环保署长张子敬代表，甲各国官员会谈。其中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具先驱地位的瑞典也派出环保署高级官员甲张子敬会谈。它说明我们目前温室气体减量好的目标，也有订那个温管法，把它入法。然后也说明我们再生能源目前发展的进展跟未来的规划。瑞典的动作被解读是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气候谈判机制。随团的民进党立委甲主要推出环保组长的政党拢真赞成。你如果不让台湾参与的话，就变成说整个问题就会有一个漏洞，那不只是对台湾人不公平，对全球的人都不公平。台湾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世界不一样的国家连接，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可行的方式。而对于最近德国民众联署支持甲台湾建交，到即摆台湾甲瑞典的双边会谈，学者认为，在中国压力下，咱外交有突破，绝对是好代志。我们政府官员有机会多接触其他国家政府啊，不管是环境保护啊、气候变迁啦，或是任何的议题，我觉得都是好事。但是我目前不能够做这个过度的解读啦。学者认为，台湾应提悬国际能见度，加强甲非邦交国交流，拢是好代志。也毋过问个角度来解读，因为台湾要以正式会员的名义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在中国压力的现实考量下，又要受真侪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北韩官方媒体第14公布，伫西海卫星发射基地完成第2届的测试。美国的北韩特使比根15会到南韩访问3天哦。有消息嘛指出，比根有可能会甲北韩的官员来见面。
北韩官方媒体14号报道，当地时间13号暗时10:41至48分，伫西海卫星发射基地完成关键试验，也毋过无说明测试的内容。这是自北韩日前表示不再甲美国单破无核化基地后，10天之内2摆宣布进行重大测试。北韩官员14号表示，北韩近期正咧开发另外一种战略武器来对抗美国的核武威胁。美国北韩特使比根15号到南韩进行为期3天访问。16号有计将甲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也阁有消息传出，比根真可能伫访问期间到板门店，甲北韩官员进行会谈。联合国安理会11号应美国要求，将对北韩可能中科核武试爆甲长程飞弹试射的问题开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美国愿意采取具体行动，因为若讲北韩阁继续这事，安理会需要准备应用的措施。We trust that the DPRK will turn away from further hostility and threats, make a bold decision to engage with all of us. 北韩外部省批评安理会开会是搬石头讲家己脚的公大行为，并且暗示北韩今后将会采取更加强硬态度。专家分析，北韩进前请声要送予美国圣诞礼物，真可能就是试射洲际弹道飞弹。记者综合报道。印度国会11通过公民法修正草案的立法定数，也毋过引起真侪批评。民众嘛发起示威，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20外个人受伤。印度有真侪省份嘛响应示威的活动哦。原本伫15号要举行的印度日本领袖峰会嘛因此延期。民众支持伫街上小部分汽车甲巴士，警方发射催泪弹赶走。印度国会11号通过真受到争议的公民法修正草案，反对受害民众连日伫印度东北部发起示威，当局也伫部分地区实施宵禁，切断网络，调派军警镇压。警方12号对违反宵禁的示威者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8岁学生。Appeal to all people of Assam to be very restrained in their behavior. লতা শিলৰ পৰা আহি মানে ঘৰতে মই ইমানটা গম নাপাম, মই আৰু ক'ব নোৱাৰোঁ আৰু মোক ক'বলৈ আৰু ভাষা নাই।这项新法稳准2015年前，因为受到宗教迫害逃离孟加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非法移民，合法取缔印度公民的身份。也不过法案单是排除穆斯林，引起强烈的争议。बर्मा से आए हैं, श्रीलंका से मुसलमान आए हैं, चीन से आए हैं, वहाँ भी तो मुसलमानों को सताया गया है。印度民众也烦恼，这也将影响到因的教育就业机会，政府补助等福利。To jobs and the entire social fabric, education, access to social services, health and so on will be impacted by this. 示威也继续扩大到其他省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本预定15至17号将到印度阿萨姆省出席的印地領袖峰會，也宣布將延後舉行。今般現地情勢に関するインド側からの報告を受け、両国政府で協議の上、延期することとしました。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也對印度東北部發布旅遊警示，呼籲民眾避免前往當地旅行。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比利時弟兄145個9歲查甫囡仔勞倫死亡哦，原本伫這個月就會使摕到荷蘭大學登記工程的學位，改寫上少年大學生的世界紀錄。也毋過因為死亡的父母哦，甲學校畢業日期超袂平，所以決定要讓死亡一隻去美國來讀博士。今次世界紀錄上少年的大學畢業生是美國的邁克凱尼伫1994年摕到。今年這個小天才年紀是10歲4個月。這麼比利時的9歲查某囡仔勞倫死亡，本來計劃要伫咧12月摕到荷蘭安和芬科技大學的登記工程學位，改寫新的世界紀錄。不過10號媒體上新的報道講，死亡已經自荷蘭這間學校退學。Ja, eigenlijk mijn droom van de toekomst dat is eigenlijk kunst gaan maken. Dus eigenlijk waarom ik deze droom heb is om naar mijn opgenomen hartpatiënt te zijn. 退學的理由是家長甲學校對死亡的畢業日期講袂好勢。學校認為有真濟考試愛完成，上好的畢業日期是2020年的年中。不過死亡的父母堅持將喺咧伊10歲生日，也就是12月26之前摕到大學學位，若無就唔愛讀。學校伫聲明中講，死亡有正罕見的才能，也唔希望做家長的，莫互一個9歲囡仔傷過大壓力。
希望要赶伫咧10岁生日进前完成所有课程，而且也怪有观察力、创造力加陪伴性分析是无够实际代志。He's maybe 3 times smarter than the smartest student we've ever met in our career. 希望的老爸亚历山大甲媒体讲，学校捌批评伊伤接互囡仔伫咧媒体前出现。伊是质疑讲，为什么一个有骹球天分的囡仔得到媒体关注，大家感觉真赞？抑过特殊才能的希望未当有共款的缘故。Kijk, wat hij nu doet, is eigenlijk spelen hè, met onderwijs. Moet je niet serieus nemen. Nee. Dat is stoeien wat hij nu aan het doen is. Dan denk ik bij mezelf, ja, en eigenlijk, wij vinden dat ook prima. Want 希望的老爸接受 CNN 采访时阵讲，美国有一间大学讲愿意予希望直接读电机工程特殊学位，希望无时间伫咧两间学校之间走来走去。因过也未加这间美国大学确定去读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捷运新北环状线第一阶段的工程哦，一定年底会使通车。也毋过交通部是要求讲，佮需要来补充一寡资料，确定改善的情形。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哦，伊虽然嘛是希望会使伫年底之前来通车，也毋过嘛是必须要甲所有的问题拢改善，完全无问题才有法度来通车。全长15.4公里的新北环状捷运线第一阶段工程预定年底通车，10月25初刊了提出改善事项12项。交通部10时召开理勘小组政治会议了后，认为在机电系统这项目资料太过简单，已经要求搁再补充相关资料，确认改善情形。因为他现在在履勘啊，那一些履勘的委员啊有提出很多改进的意见，急不得啊，那当然把配套做好。进行改善，目前的项目还不少。新北环状线对起点新店的大白拿站，重点新增新北产业园区站，快看新店、中和、邦桥甲新增这4个新北市主要行政区，由新北市甲中央出钱，委托台北市政府兴建，总共设14座车站甲1处机场。面对年底通车恐惊延期，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捷运环状线第一阶段工程一定爱伫安全无问题之下来通车。我们一定会尽速的把它改正做好，然后一定要在安全无虞底下尽速的通车。我们不会说为了赶年底而赶，我们是希望越快越好。侯友宜表示，年底前通车是上深的期望，若是袂赴，在咱人过年前也是咱上期待的时间点。理勘程序完成了后，会开放试车。而台北市政府是讲，会在18进前，依照理勘委员意见，甲相关资料补齐送件。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港岛国会人民伫昨举办一场政党的辩论会，邀请国民党等8个政党的代表针对国会改革来辩论。国民党、民众党拢是针对之前的民进党来批评，无受到邀请的台联党嘛到现场去抗议。为了让民众了解决定不分区立委席次的政党票如何选择，公道不营15号举办一场政党辩论会，邀请民进党、国民党等民调前8强的政党，将对国会改革等议题辩论。辩论会上，民进党代表俄罗执政3年的政绩，国民党等政党是以杨惠如网军案等事件批评民进党。在台湾面对多元价值与追求民主进步的道路上，我们以稳健的步伐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如果你不想看到杨惠如们继续顾网军，然后用假讯息来伤害台湾的民主，那么请你支持国民党。重要的国家治理课题，却在我们这个选战中被芒果干统独的仇恨动员所模糊化。抗中的声音，坚定本土这声音绝对袂使缺席。国党除了捧出政策牛肉，也质疑民进党政府伫劳工保障、两化关系经营失败。绿党的绿不是蓝绿之争的绿，也不属于民进党。台湾绿党是一个国际性的进步政党。我们不仅支持最低工资法的立法，更进一步要积极策进职灾保险单独立法。所谓的一国两制，并不是什么大陆片面的主张，而是我们自己的宪法法律就这么规定。如果要改，请国民两大党大家推动来改。我们希望让台湾资源多的人负担多一些责任，帮助多一些，而辛苦的弱势的人依然可以过着有盼望的生活。这摆大选，拢总有19个政党完成全国不分区立委登记，
推出217位参选人，争夺34席不分区立委席次，政党数甲参选人数也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因为这场辩论会只邀请8政党，也引来大连到场抗议，认为会互民众误会，就这8政党参加立委选战。在这里面没有议员的，他哪里的民意高？他从哪里来的民意？对大连的抗议以及各界希望中选会主办政党辩论的声音，公道辩表示，资源有限之下，只会当举办这场辩论会，未来会继续努力，让每一个政党拢有完整发言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选举跋筊去影响到选情，警政署大动作去掠地下赌盘。刑事局是统计全台湾第4波的行动哦，总共是掠得694件跋筊的案件，查扣将近3700万了吼，其中有24件是选举跋筊。电脑手机也个随身带定证物全部摆出来。2020大选晚间，为了确保选举公平性，避免选举搅拌影响选情，警政署大规模扫动地下搅拌甲非法签缴等案件。各类赌博案件694件，1398人；地下赌盘24件。今年统计到现在为止，那总共查获地下赌盘总共有36件。对于已查获的选举赌盘，也会加强扩大侦判。刑事局统计，今年第4波的全国查缉跋筊专案，4天内查获694件跋筊案，其中选举搅拌24件30人，网络跋筊227件，所有案件合计伫现场查扣3688万外。以总统选举搅拌来看，今年累计查获36件，其中有29件牛票盘，7件是 PK 盘。警方伫侦办网络跋筊案时，伫新北市发现一名西州跋筊网站代理商，有签注总统选举搅拌，顺线查获顶游的姓蔡州头甲姓李相关，用通讯软体经营以候选人的特征甲政党色水作为代号，开出牛票盘。他们是透过通讯软体经营选举赌博。然后他们是利用候选人的特征以及政党颜色作为代号，开出让票盘，然后由赌客向主头去下注。专案讯后，将3名男子以涉嫌跋筊罪甲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上班。目前也有25件涉及选举搅拌的证据，将会继续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云林大西乡饲蛤蟆业者李宗灿，已经连续3年伫渔会举办的比赛摕到冠军哦。伊是利用互蛤蟆食好菌的方式饲出冠军的蛤蟆，这几年嘛申请真侪食品安全的认证。伊希望大西蛤蟆会使受到大家肯定。连续摕到3个冠军奖杯，这嘛通证明李宗灿饲的粉药啊品质实在是足好。因为伊自头一档得冠军迄时，就坚持使用益生菌，才通把这寡粉药啊饲甲肥个清甜。台西乡占60%，怎么可以不让文革出名？差别伊这个较清甜啦。李宗灿讲，伊自饲粉药啊到今，除了个品质，嘛一直修正养殖方式，佮强调上重要的是爱友善土地。学习安怎和自然环境共处。因为大自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嘛，我们只能提早预防。它就是用这个益生菌啊，所以越天然的东西下去改变。因为粉药啊落尾也是食落去人的腹肚内。李宗灿除了伫养殖这部分下真侪苦心，最近嘛申请各种的食品安全认证。就是希望消费者食了通安心。酸梅贝在吸收了有毒的藻，所以人吃下去会被麻痹，所以要做这一块。台湾基本上还没有这个例子，只是我们做在前面。大西的粉药啊产量占全台湾6成，产量大，品质好，不过较欠包装和行销。李宗灿嘛讲，未来会继续推广各乡的特产，让愈侪人了解，甚至介意大西的粉药啊。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女冠杯参女活步比赛已经第5届了，今年有约200位选手报名来参加哦。有学生嘛有在野，比赛是非常的竞争。那么做回来看卖。
4道杯仔茶甜好甜，着个菜一罐茶，一支烧酒，高手旁袂当起去，车出来着个爱笑，倒啊水，倒啊说，这是全国女冠杯参与服务竞赛，到达已经是第5届，有无200位学生甲在野来比拼，看啥人卡手伶俐甲专业。就练很久，2、3个月有了，而且我们在学校比赛的时候还有个初选，但就是练那么久，还是会想要得第1名。速度还有水托盘水的那个出水量有没有都比较多，就看那水量还有稳定度这样。比赛唔但比旁地，有精力面层，2人一组，照顺序甲纸啊、床棍、泡瓷边、球头、6宝，甲枕头放好，才算完成。这段美美角角，无3、2步起来，是会刺甲外高起喘。整床嘛，其实要点就是要一直不断的练习自己的兴趣。那你要练就是你的，那如果你不练就不是你的，就是这样。其实现在我们旅宿业的那个基层的人力是缺乏的。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给各级学校的学生有一个磨练的地方。那未来他们也可以投入这个职场，那也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在这个职场上来努力。透过一摆比赛，和选手互相交流学习。提升台湾观光旅社服务品质，嘛通提升餐饮服务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林未了的桥头社区哦，最近这几年推广农村振兴，所以社区是变甲真无相共。最近志工佮用茶做配汤送予村民，嘛真做是地方的特色。婚林未了桥头社区，大户人家厝的门口拢有一个生做同款的批桶，看起来真特别。这批桶拢是社区发展协会争取经费做来送予乡亲的。袂歹啊，会当放批啊，放批哈。有，因为我们信箱来就会丢在里面，要不然都乱丢啦。我们没在家的话，现在我们社区给我们用这个信箱很方便。如果不在的话，他那个信就会给我们放在这里面。因为卖了放较透，批若无随收好，有时拢会硬批，所以社区发展协会才会想讲配合农村再生计划，做同款的批桶，打造地方的特色。拄好朋友送我一卡茶座信箱，我是拄好透过水保局，来做报这个农村再生计划。转来做这个木质的信箱，靠正人的力量，这批桶嘛拢是社区的志工做的，社区共心，让社区变水佮变好。做柠檬汤的行业，都有法加枝头，会使啦。你随便到3工落分割切割都加兄弟大家志工理事有迄个时间到3工。近婚林未了桥头社区已经有700多户收到啊，唔惊批黑白批啊。茶做的批箱嘛，真做地方的特色，一兼二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的囡仔是愈生愈少，向老爸的淡江大学招生嘛受到影响。早期上济有28000多名学生哦，也毋过这学期只有24000多人。最近校务会议是决定为20学年度开始，宜兰校区要刷转来淡水哦，要来减少开销。即摆囡仔生伫少，全台有袂少的大专院校面临转型整并退场等状况，就连一项大学新生注册率拢超过9成的淡江大学也受到影响。早期全校上济28000多名学生，因为这个学期减少到24000多人，其中位伫宜兰大溪山区的南洋校区，注册率连3年下降，所以学校伫11月的校务会议通过，有计110学年会将南洋校园4个学期并入淡水校园。希望说有个前瞻的一个规划。现在实施的15年来呢，非常的成功。如果这样子的学系全英文授课，全大专出国回到淡水，一定非常受欢迎的。对于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报到率来讲，当然会有所提升，整个国际化会更成熟、更有规模。学校指出，南洋校园的4个学期大约有1000多名学生，拢有专英语授课、专大数。大学3年全部出国交换这3大特色，也毋过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所以注册率无淡水校园悬，所以决定调整，规划这4个学期整并到淡水校园的资讯工程英文学期。其他2个学期并入国际事务学院，110学年大学1年新生升等淡水，3年出国，2年4年留伫南洋，到111学年转所迁回。110学年度的过渡期的时候，希望校方可以针对开课项目急诊病的师资安排，应该都要进行说明。希望学校可以增设宿舍，要特别着重学生的意见。
学生会提醒学校爱注重教学甲大数的问题。苏校工会也指出，为了予学校永续发展，类似的整并转型案例会哪侪。除了学生休假甲教师工作权计划，也有无内容的校园应用，也需要注意。整并后，或者是新设学系符合专业的需求了，是建议教育部能够考虑，应该让它能够活化，闲置的校地能够处分。教育部表示，110学年度各大专院校正式调整系数作业，预计伫明年3月中旬前由学校报教育部，大约伫8月中旬核定。目前也未收到淡江大学申请，等到学校报教育部了后，会依规定审核。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礼的大小国小，最近每礼拜拢有一天的透早，互囡仔来选一本因家己有兴趣的册来读，嘛招家长做伙来读册，希望会使培养家庭阅读的习惯。坐伫咧涂骹，定定仔读册，礼堂内底无囡仔的笑声，只看会到囡仔读册的形影。婚林大细国中按9月份开始，逐礼拜拢有一天透早的时间，互囡仔坐踮涂骹，好好享受读册的快乐。21天的家庭阅读，因为可以跟家人有更多的互动，然后还可以让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得更良好。学校更加邀请家长做伙参与这场恬静的阅读活动，教囡仔做伙进入册内底的世界，也互囡仔自细汉就培养阅读的习惯。我们在就是一起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不小心带入角色，然后就会嘻嘻哈哈的，然后就玩在一起，然后就这样一家3口就会很开心的大家玩在一起。我希望培养可以终身学习的小孩子，他们可以在自学中去发掘问题，找到答案。学校希望这场阅读的活动，会使伫咧囡仔的心内种一粒阅读的种子，互因未来伫咧生活中，无论拄到什么款的挑战，拢会使把心静落来，有思考甲解决问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县民间团体成立的智能发展中心第2期的空间，暂时正式启用。本来理事照顾只会当收30位哦，即摆会使增加到80位，希望互身心障碍者会使得到愈发好的照顾品质。身体障碍者骨力的演出，要来庆祝永久家园的成立。嘉义县民间团体设立的第1间智能发展中心，原本只会当照顾30位身体障碍的人士。为了减轻照顾家庭的负担，扩建第2期的家园，启用了后人数增加到将近80位，服务的力量嘛提升到全日托的照顾。有一天我会走啊，绝对会比他先走啊，所以我一定要将他下辈子安排好。虽然不是亲生，因为他以后没有兄弟姐妹，而且也没有所依靠，所以这个永久家园是我最后将他安排好的一个地方。扩建第2期的永久家园，总共的经费开1亿，所以除了大的空间以外，嘛增加医疗相关的施设。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2期家园的启用，会用照顾身体障碍者到老。这边全日托以后呢，将来将是3班制，将来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学习、照顾，还有就是这边也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所谓的医疗的照护。基金会表示，因为大环境的无景气，配合工厂产品的贩售甲捐款的情况并无理想，2期家园会用顺利启用，嘛是受到大企业2000万的关注。未来全日托人力需求的经费，嘛是基金会刷来要努力的目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原住民的日常食食，大多数拢是为自然环境中来取得哦。有一句话讲哦，一位阿美族的人野过3代赶草机。来看阿美族一位野菜通吴雪月，伊为20年前就开始研究野菜哦，嘛用伊的专业来带动部落的经济发展。咱做伙来看卖。被号做野菜高人的吴雪月，投入研究山林野菜甲饮食文化已经20多年的时间。伊讲当初开始研究，定定来市场问番仔野菜相关问题，嘛对这得到真侪册本无记录的知识。就欧迪亚菜啊。野菜。对。老板娘，早上看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枸杞叶。活力菜。已经伫黄昏市内专门卖野菜番仔，现在头家是第2代查某囝，接手开始卖野菜将近20年的时间。
面对顾客各种问题，拢真有耐心回答。尤其是家庭主妇上关心的野菜如何料理，问伊就对了。私房料那较简单就是凉拌海菜啦，嘿。要掺什么？蒜头、辣椒、豆油、香油，嘛要食酸酸的蓝醋，安尼，拌拌的就会使。那迄个情人的眼泪就较麻烦，爱先杀过洗清气，涂甲刷洗清气了，再炒卵，甲卵落去炒，嘛会使凉拌，对，迄是较高工啦。对，我现在会比较会要吃他们的会尝试他们的野菜，因为其实野菜说实在一点的，在跟我们一般种菜来讲，他们比较没有撒药。现代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大量正式的外来种蔬菜。现在经过各方的努力，来带头买菜民众一个接一个，伫市仔内就会当看出野菜推广的成效。记者杨淑晴、林凤明采访报道。南管的音乐有真丰富的文学性，也毋过嘛特别是团哦。好美科技大学最近就邀请台南市延平社区的南管社来表演哦，希望使互学生会使了解，嘛会使欣赏这种民俗艺术。好听精彩的南管表演，互人听甲入心。为着互学生感受甲现代无同的音乐，云林好美科技大学特别邀请台南延平社区南管社来演出，嘛邀请社区时代做伙参与。南管的音乐啊，它的字是会拉长音的，然后我们平常在听的流行歌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庙会都是北管比较多，比较热闹，可是这个就南管就感觉就不一样，比较静、比较柔的感觉。较迄个传统的闽南的这种音乐，互听起来非常在三四十当前的这种情形哦。南管是一种结合文学甲文化的音乐，唱的歌词甲内容拢甲古早时的诗词做结合，不管是词也是曲，拢甲现代真无共款，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在文学性的部分呢，早期的一些南管的音乐家会把古代的诗词融入音乐之中。那在现存的南管的音乐的曲子里面，也可以看到早期宋元南戏的一些音乐的歌词。就是希望虎科大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能够关怀在地，然后去做一些跨世代的交流、同理和互动，然后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好美科技大学邀请南管社团来表演，除了趣味，嘛希望让学生透过音乐明白历史、关心在地，把传统文化代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咱来看咱国好手长伫羽球跟倒球的比赛是真可惜，拢无摕到冠军。倒球男双是输予中国，只摕到亚军哦。羽球世界球后第朱颖哦，嘛输予中国选手，只摕到亚军。来看顶礼拜的体育大新闻。杜宾甲正平两个对角的杀球，拍下对手是未获欢迎。羽球世界球后大主竞年终赛冠军战对中国的陈雨菲，先是21比12摕到第一局。因讲输落来，小戴胜果伤过侪，第二、第三局拢出现连续6分的情形，伫后壁一直立。伫决胜局有立到1分差，因过真可惜也是无成功。最后大主竞12比21、17比21，和对手连续抢2局，无缘摕缔造赛事纪录的第3冠。他的水准提升了非常的多吧，然后在每次跟他对打的过程都是很难又更难。那今天其实，在打的时候他相当的稳定。那我在场上，因为今天风势稍微再比前几天再更大了一些，我觉得在这掌握上面，出了一些状况，那恢复的比较慢。伫赛前第主赢的积分，只敢领先世界排名第2的陈雨菲280分。这场比赛就变做球后争夺战。即马陈雨菲伫这礼拜上升的世界排名是登上球后的宝座。另外，台湾的男双王麒麟加李勇的组合，伫4强战以14比21、9比21，输予印尼世锦赛金牌组合，无法度入决赛。不过已经是力比去年王麒麟加大凤麟拍入去4强的上好成绩。另外，男单第8种子的王子维，虽然这个总决赛输予这卖球王头前先导，依然是咱国23年来第一位拍入去男单4强的选手。要被拼冠军的，也有台湾的足球男双组合林文罗加廖振廷，伫年终赛一路过关斩将，拍入去决赛。
这边对着中国做客的时阵，伫情能局领先时阵，无法度这边就该摕来，颠倒互对手并盘，变做输赢的关键。虽然输球摕到银牌，依然是入边历史年终赛蓝翔的上好成绩。上后的武器球，和对手拢讲袂着。今年投出生涯年成绩的投手卡尔，甲纽约洋基就是用9年3.24亿美金，差不多台币100亿的投出史上相当合票。新主总大家平均年薪3600万美金，拢是大联盟投手的新纪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西班牙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已经结束。乌克兰有一名导演透过动画作品来宣传环保的理念，影片内底布景全部拢是用塑胶配色做出来的。咱做回来看卖。She has consumed day after day. It seemed okay along the way. But now the time has come to pay. 住伫塑胶城中的咖比娃娃，为了求生存，逐工都爱甲塑胶怪兽对抗，号名叫做咖比，其实就是芭比娃娃甲笨兽的英文名咖比剧的结合。片中的咖比娃娃代表消费主义者，伊的生活模式制造了环境污染。Barbie is to dress her in different clothes, to get many cars, like many car houses, a lot of stuff. So for me, she's symbol of consumerist lifestyle, and like kids learn from the toys. 咖比娃娃的模样拍片场面全部拢是用笨手制造，用了大约1000个塑胶组合，有会当回收的，甲袂当回收的，无另外阁用材料做道具。像松林的部分场面是用塑胶漆面做的。Даже за собой не убирают. Они хотят это спрятать, они хотят от этого избавиться, да. Им неприятно, но они это прячут, они не делают это осознанно. Дети даже, которые поменьше, вот они даже боятся, они понимают,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страшно. 导演尤迪想要借着娱乐效果传达环保的信息。若讲一天大自然全被塑胶饮料，敢是就像咖比同款，连蔬菜动物啦，拢变成塑胶的塑胶松林来找无路，行咧行咧都被土林本来的塑胶袋啊砍掉头。A lot of garbage. Save yourself if you can. 今嘛塑胶片场对外开放参观，也提供咱人对未来可能的样貌有了无同款的视野。几位民众就表示，咱敢是要继续伫无珍惜环境资源的模式之下过生活。导演尤迪希望咖比的故事会当有系列续集，当然人类的现实生活上好也会当永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柬埔寨的观光景点吴哥窟的附近有一间餐厅卖一种糖的汉堡哦，内面有狗血、芳，阁有细丝啊等等的糖。虽然听起来有一点仔恐怖，也毋过食过人讲阁袂歹哦，咱嘛做回来品尝。中部赛伫咧料理的拢是糖，像这盘是规只鸡仔，也有这盘是煎猪肚。柬埔寨这间糖糖咖啡。开伫咧正有名的景点吴哥窟附近，是当地第一间昆糖餐酒馆。In fact, in this place, we want to show that it's possible to make quality cooking with insects. 业者讲，伫柬埔寨食糖是真普遍，不过大部分拢是用煎的。因这么结合餐酒文化，餐点包括牛仔蚵仔丸、茶西斯拉、糖虾加狗夹芳做的糖糖大麦克。I just like trying something new, and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you get back home. So I'm like, while I'm out here, I thought I've got to try it. 糖糖咖啡伫咧网络有真侪好评，因讲食糖甘苦。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2013年的报告讲，糖有脂肪、蛋白质、维生素，营养价值袂歹。Insects have a huge potential for both feed and food. We're already seeing developments in terms of using insects as animal feed. And also being incorporated onto menus and into processed foods. 科学家鼓励食糖，除了营养价值悬，伫咧饲糖的时阵对环境的伤害也较低。再加上联合国估计，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成长到97亿，到时可能会发生粮荒，糖会当真侪新的食物来源。不过营养师讲，有一寡糖有毒，也可能引起过敏。如果没有炸熟、没有破坏的话，可能是会对身体有影响，这个就不可考。像蝎子好了，炸蝎子，但是它那个毒有办法破坏吗？所以你要看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因为蛋白质通常会造成身体的过敏啊。
那如果你一开始的量吃太多的时候，可能就那个蛋白质会造成身体过敏反应会过大。营养师讲，食正甲熟无毒的糖较好。若是用拌的，除了有毒，也有细菌的问题，所以要食糖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哦，今仔水气较少，所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日时温度拢会到26度以上，也毋过日时甲暗时温度会差真侪，所以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做伙来看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